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2月12，诗篇16篇9节安尼讲：因为安尼，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神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徛起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通安然徛起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创造世上一切的美好，互阮通领受的上帝。主啊，感谢你赏赐所有的好物要互阮，因为伫你的全能圣手的掌权甲业力的，万物拢是有你的看顾，万事拢有你美好的旨意。伫你的创造中，阮正做你的宝贝甲欢喜。主啊，你的律例公正，互阮的心欢喜；你的诫命纯洁，互阮的目睭光明。主啊，你是救赎主，你的真实永无改变，你的信实永远长存。因为安尼，阮的心欢喜，阮的神快乐，阮的肉身也要安然徛起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伊是赏赐一切美好的主。咱若踮伫伊的内面，就咱的心要欢喜，咱的神要快乐，咱的肉体也要安然徛起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